中秋节要到啊，有真侪食品厂农历赶工，不过就有高雄一间豆腐的工厂，互人抓到有请7个非法的外籍移工，专案是依照违反就业服务法移送予劳工局来裁罚，相当可能该业者罚75万，因为这7位非法的移工卖互人遣返。外籍移工伫工厂头前互压掉咧，专勤队行向一问话，跑掉的嘛吼。移民署接到通报，讲高雄大寮万丹路有一间做豆腐的工厂，涉嫌请非法的外籍移工。采取联合高雄劳工局去查缉非法的移工，一看到有移民署的人员是挂金白栓，想要闪过追查，还有人摕塑胶篮向专勤队员牵过去。即要甲交管一部分伊会可能方便，啊无伊搬得哦，拢是大面个咧是。附近的居民听到消息，拢带一条。移民署专勤队伫现场抓到7个非法的移工。根据了解，业者为着要赶中秋卖豆干的订单，才会请非法移工来到3工。以越南籍阮女为首之非法中介集团，为赶豆腐工厂中秋节的订单，竟透过脸书招募大批失联移工轮班工作。广告中还注明工厂赶单。介绍工作不收中介费，吸引许多失联移工以私讯询问应征。移民署表示，非法的中人集团透过面册找黑工，免收中人钱，写真侪失联移工来因头路。专案依照违反就业服务法移送劳工局裁罚，业者会罚款15万至75万。若这7个移工卖伫收容了后遣送出境。记者陈焕武、明昭权高雄报道。